大家好，午安，我是雨杰，今年10岁，有这个机会让我担任小小主持人，我觉得很荣幸也很开心。大家都说喜欢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，热爱音乐的孩子更是气质出众。今天的压轴表演就要登场了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云谦、林佑兴、詹永宁、胡瑞彤，以及今天还有一位美丽的蔡雅琴老师。哇，这阵仗太多人了，我怕认错人，讲错名字，还是请大家轮流自我介绍吧。我叫胡瑞彤，我叫詹永宁，我叫有心，那现在我们已经迫不及待要看表演哦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要带来歌剧《魅影》直笛演出。